无互普济灯会转美怡情。三蛟定港海岸宫伫今年首次办理2024甲新年海岸灯会，活动特别甲南台科大文化底蕴在地创新甲传播计划合作，并结合附近乡镇国小师生以及喜球国小60班花灯创作伫表情展示，真侪参与创作小朋友也拢来到现场，欢喜向大家介绍因的作品。我的作品是一只龙，一只龙哦。粉红色的，有蝴蝶结的。哦，是粉红色的龙哦。哇，你为什么会把龙弄成粉红色？这是我自己涂身体，妈妈涂别的，我有涂蝴蝶结。妹妹作品可以就让他们有一个就是感觉灯会的气氛这样子，然后因为幼稚园小朋友平常不太会接触这个，所以对，就是让他们感觉一下过年吗？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灯会，那我们为了跟普济灯会他们已经很有名，然后我们要做个区隔，同时也结合社区的一个创作文化，所以这一次特别我们邀请南台科大的团队，然后帮我们设计，然后再跟协进国小的国小部跟幼儿部的小朋友，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彩绘灯笼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南台科大，还有喜树的乐龄班的这些老人家老前辈他们，然后来彩绘一些灯笼，然后我们把它装点起来。一来有一个过年的气氛，二来我们也想让大家能够多认识一下海岸宫。虽然这是海岸宫首次办理灯会，但现场小巧温馨布置，加上庙方人员清楚介绍，吸引真侪外国游客以及过路民众关注。海岸灯会首次开办成果，会当讲是相当的成功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